香港嘅樓宇老化嘅問題正在急速咁惡化，係因為各類嘅違法改建、不當使用、缺乏適當嘅維修保養，而出現消防安全風險嘅樓宇就比較普遍，威脅數以十萬計嘅居民嘅生命同埋財產嘅安全。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奪去多條人命嘅舊樓大火，呢啲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只要政府進一步善用專業，增加外判，尤其係負責設計同埋監督相關工程嘅顧問工作，相信就能夠更快、更有效咁協助更多舊樓進行由政府代辦或者業主自行開展嘅消防工程。我代表嘅建築同埋測量界係好樂意去幫手嘅，尤其是而家市道欠佳，全新嘅樓宇建築嘅項目少咗，更多人願意參與舊樓嘅改建、維修同埋檢測嘅工作。過往大家都會擔心圍標嘅問題，唔想同一啲不法之徒同流合污，甚至不必要、不公平嘅受到呢方面嘅競爭。有啲人因而嚇怕咗，但如果同政府做，佢哋就更加會放心好多。關鍵係相關嘅部門嘅前線人員能夠善用同埋信任專業，切實咁精簡各類審批嘅程序，提速提效，做好促進者嘅角色，而唔係只係顧住做監管者。